原先2月先會登場嘅16寸橙色 Java Leo 竟然突然殺出，搶先入閘我哋香港嘅市場。中意橙色嘅車友又點可以錯過呢？今次橙色嘅 Leo 總共會有2個版本，分別係 Shimano 9速線控版本同埋短片入邊嘅 Wheeltop 12速線控版本。佢哋2個版本都會跟領克式嘅碳纖前叉，外形設計2個版本都係一樣嘅，採用橙色嘅車身。而車架嘅後半份會採用灰黑色嚟同前面嘅前叉做一個首尾呼應嘅設計嘅，同 Java 所有嘅型號一樣，佢都係用50齒嘅中空牙盤。同我哋買車，你可以加錢升級52、54或者56齒嘅齒片，咁就可以將部單車嘅最高速度喺最有效嘅情況底下提高。短片入邊展示嘅係12速電子變速版本，用上 Wheeltop 嘅 EDS TX 波腳，可以玩到11至40齒嘅飛輪，上車無人能敵嘅配搭。車架係運用啞色嘅設計，俾人一種更加高級嘅感覺。望下，佢同 Apple iPhone 17嗰隻橙色都好似喎。不過拍埋嚟對比似乎 Leo 嘅顏色就比較再深一層。橙色嘅 Leo 係提高增高嘅 M 把，相信呢個設計對好多車友嚟講都感到相當滿意。喂，Cool，我唔係好中意高現把喎，轉翻以前嗰種矮現把俾我得唔得啊？都得啫，我大把存貨喺度，你出聲就得㗎啦。假設係呢個12速電變版本係會襯紅色嘅鮑魚嘅，咁如果係9速版本就係跟翻黑色嘅。碟片方面同之前都一樣啦，都係用140mm 嘅。橙色9速 Java Leo 嘅售價係港幣4000蚊，12速電子變速版本係港幣5500蚊。經我哋 Cool One 購買，包送貨包安裝，直送到你屋企樓下，由師傅親自送貨，詳細教你部單車係點樣運作㗎。我哋售賣嘅橙色 Leo 係香港行貨，車架受5年嘅保養，而另外變速調校我哋 Cool One 亦都係提供1年嘅調校嘅。有興趣可以 WhatsApp 54829987同我哋訂購查詢。